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这是台大的林管处针对着游客平安险的理赔有上新的规定。讲若是到南投鹿谷的溪头甲台大地园去佚佗，万不会发生事故，一定要伫咧当天也未离开园区进前完成备案，而且留门票当作是证明，安尼才会当顺利来请到保险。 消防人员做伙跟受伤的游客准备固定伫咧烫架。这是伫咧南投溪头自然教育园区，去年12月10号，一个家己跋倒受伤的游客，交在送病院了后，刚有小可刺伤。不过溪头为2020年就发生49件游客摔受伤，2021年受到疫情影响，园区有休困，嘛是有15件摔到受伤的事故。台大林管处公告，溪头和凤凰两个自然教育园区，游客若是伫咧园区内底无细里发生事故，想要申请游客平安险，即马有新规定啊。 就是说，游客在园区受伤哈，当天需要到我们医护站来备案，啊，或者是有我们医护站的救护记录。为今年开始，旅平险的理赔，爱伫咧受伤迄天，也未离开园区的时完成备案，保存门票证明。入原则比较有保障啊，安全保障啊，这很好。较无纷争了哈。不要跌倒。这样子是对你们来讲就近方便一点。 对啦，大部分的游客听到新的规定，拢会当认同，感觉这个理赔纠纷买变少。提醒民众去山顶耍，拢要注意安全。若是无细里受伤，想要请保险，爱记你伫咧园区内底医护站有记录，或者是警察备案，较未受伤，却领袂到保险的。